同刚刚工作人员讲说，我们目前政府已经投入21.6亿，我等一下主要是在这3项检测、治疗、预防这个研发目前的一些进展。那除此之外，其实这几个主要是平台，它扮演支援这3个领域它研发的这个进展，希望说凝聚在这3个领域上面的这个能量。所以第一个讲那个检测技术，我想全世界大概只有分3种的那个做法，一种是核酸分子的检测，那我们在国内的话，工研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研发出来的这个技术呢，可用的时机主要是当在潜伏期的时候，那它可以在1个小时内，包括前处理20分钟，还有快筛40分钟。那目前的规划是最快今年的7月就可以量产。另外呢是用这个蛋白质的检测，用白话文讲就用抗体去找抗原，去找抗原的话，我们主要是中研院还有国院跟国防预医所组成一个团队，这两个团队分别进行用抗体找抗原的方式。那目前的话看起来这个发展就可以在15到20分钟就可以测试出来。那么最快呢，我以国院的例子为，我们上礼拜有一个技术说明会，有20几个厂商来参加。目前至少我们了解有至少5个厂商表达意愿。我们希望说在2到3个月时间能够进入跟厂商合作，能够量产。第3个是就是人体产生的抗体的检测。那这个话是在这个在一个如果说变成那个阳性之后，它的恢复期时候是最适合的能够了解整个我们台湾从公卫角度看，我们到底有多少是有这抗体的这个的盛行率。这个主要是像长庚大学最近找出了好几株的那个抗体株，那他们这个看起来规划也是15到20分钟时间，根据他们来讲，他们的 projection 是大概最快半年内可以量产。这个是我们检测试剂这方面目前的一些发展。现在看起来这疫情有可能会变成流感化，换言之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期待它今年结束以后就不会再来。所以呢，这个药物还有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在治疗药物这块，现在国际的趋势，我们国内的采取的策略是以这个老药新用为主要的一个策略。目前看起来国际看起来有3种不同的药物，看起来是最有这可能性。第一个是瑞德西韦。那关于这个药物，我们国务院还有中研院已经完成客级的产制，同时也取得了这个有些厂商就10公斤的原料。换言之说，如果说有一天这个药可以跟我们合作，让我们去量产，或者是因为国安的关系我们需要去量产的话，我们应该都可以可以随时可以寄转给这个厂商，可以大量的量产。第3个，我想最近也是媒体常常提到这个奎宁。那目前看起来它对轻症可能比较有效，而且现在台湾我们已经列入了第五类的临床的指引。那这个好就是说已经国内本身就有厂商可以大量的生产。事实上，全世界有20的国家已经下定这个奎宁，需要我们提供。可是，在我们这个陈部长的这个劝说之下，我想这个厂商也很清楚，我们这到时候在如果生产过程中能够让国内有能够足够的病患能够使用是非常重要。好，下面一个就是疫苗的开发。目前看起来，我想主要是中研院、国务院的几个团队。那我们建立有6种不同的平台，可以用合成生态或者说 DNA 疫苗的平台等等。那么现在的状况呢，看起来我们是用不同的技术平台多管齐下。那以这个国务院的例子，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小鼠的第2步，就是说第一个已经是抗体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效价看起来是非常之不错。第2步就是如何是不是可以中和这个细胞。这回如果我们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今年5月可以确定是到底这几个平台里面是哪一个先行。所以看起来，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在今年底以前应该可以进入到临床实验。